位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陳漢滔老師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會介紹一下一年一度嘅社際長跑。今年咧嘅跑步嘅路線咧，同過往咧係有少少分別嘅。所以咧，跟住落嚟嘅資訊咧，大家要詳細同埋留心咁樣去收聽啦。我哋嘅舉辦日期咧，將會喺12月16號星期二嘅下午午飯後嘅時間舉行。社際長跑咧，亦都會分別係初中組、高中組。開賽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留意翻熒光幕。而除此之外啦，初中組咧將會喺午膳之後咧就會立即進行嘅啦。咁所以咧都提醒下初中嘅同學咧，喺午膳嘅期間都盡快換好晒你哋嘅體育衫，然後快啲翻到班房咧就等候班主任嘅嚟臨去幫大家點名。當日嘅賽程咧可能會因為一啲唔同嘅調動啦而有所改變嘅。咁所以確實嘅時間咧，大家都要留意翻中央咪嘅宣佈。佢嘅路線咧同以往有啲唔同嘅，因為我哋原定嘅路線啊有一個工程處理緊啦，所以咧我哋道路咧都會因應翻咁樣咧去有啲變動嘅。今年全新嘅賽道咧，高中組同埋初中組咧係有些少唔同嘅，大家留意下跟住落嚟嗰條片啦。高中組將會係要跑入文禮閣嘅，而初中組不需要跑入文禮閣。詳細可以留意以下條片啦。好，各位同學留意啊！喺開跑之前咧，我哋會介紹負責你哋嘅計時老師嘅。所以喺衝終點之後，應該要揾翻你哋相應嘅老師啦，去取得你哋嘅名次同埋你哋嘅時間嘅。老師啦會按照翻你哋衝線嘅時間去決定應該派名次卡俾你啊、貼紙啊，定係叫你翻學校咧直接去登記就可以啦。亦都十分之多謝啦，我哋學校體育委員會嘅成員啦，佢哋咧亦都係親身咧去行過一次我哋條路線嘅。而初中組方面咧，全程咧大約1.8公里，而高中組咧全程大約係2.2公里。獎項方面咧，其實我哋首先會有個人獎同埋團體獎啦。個人獎方面，每一個組別我哋都設有冠亞季蝶，將會
得到獎杯一座啦。而第5名到第10名咧，將會獲得獎牌1面。而第11名開始到100名咧，將會取得2分嘅完成分。而喺100名之後嘅同學仔咧，將會係取得1分嘅完成分。而喺社際方面咧，我哋都設有冠亞季殿嘅。咁最後啦，你哋嘅分數咧，亦都係幫助到你喺班際團體獎嗰度。每一級我哋會設有冠軍1名，咁所以大家都要努力啦。咁都希望各位同學仔啦，踴躍參與啊！你哋嘅每一分咧，其實都係為咗你哋嘅班啦、社啦，同埋自己咧，都係一份貢獻嚟㗎。我哋所有嘅運動員啦，都應該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咧，跑一個正確嘅路線嘅。咁我哋跑步嘅時候啦，其實都要留意返啦，我哋盡量跑咧都喺行人路嘅左邊，咁避免咧與迎頭過嚟嘅同學啊或者街坊咧相撞嘅。咁所以大家記住喺跑步嘅期間喺行人路上，我哋要靠左邊跑。咁除咗啦，部分路段都必須要橫過單車徑之外咧，其餘嘅時間大家都需要喺行人路上進行嘅。咁亦都係啦，好緊要嘅。經過單車徑之前，應該留意下道路嘅情況。如果有單車喺遠距離嚟緊咧，大家都需要可能注意下安全，停一停先。尤其是高中嘅同學，你哋將會經過文禮閣嘅車閘嘅，咁亦都係留意返車閘有冇車準備駛出嚟啦，注意自己嘅安全。有任何嘅不適或者係問題，請即刻咧聯絡附近嘅老師就可以㗎喇。最緊要嘅嘢係大家自身嘅安全，我哋亦都希望啦，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一個跑步嘅樂趣之餘，亦都喺安全嘅情況底下進行。希望當日見到大家嘅踴躍參與啦，拜拜。